秋时分，走进王玉祥的洛神花田，深紫色的花萼布满田间，正是采收的好时节。拔起来之后，这个头剪下来可以炖鸡吃，这个洛神花就剪来做蜜饯。一整株洛神花都有用处，是意外的发现。王玉祥种洛神花原本是为了接续夏天莲花季之后的观光淡季，没想到洛神花附加价值不少。这片花田也无意间成为爱犬的游乐场。公关犬，到晚上的话是我们的护卫犬。这天摘回的洛神花要做成蜜饯，全得靠自己慢工出细活。就像徒手打造的休闲农场，一草一木全是主人心血。把这个农场当成自己的一个修行的道场嘛，每天扫地嘛，扫地的话扫出一条道路给人走，就是在修道嘛，虽然说没有办法赚到很多钱，但是可以交到很多的朋友。尝一口洛神蜜饯，美好的滋味是辛苦之后的甜美。你要买一些吗？客家话怎么说？可不可以教观众朋友？你会买掉吗？愛買掉位冇。嘿，你会买掉吗？愛買掉位冇。愛買掉位冇。